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的咖啡真好啉。是嘞，助理。阮爸雄雄爱我处理一寡代志，去澳洲，可能要延到后个月。无要紧啊，我过去台湾。啊？你无转去伦敦哦？安怎？我无转去，你真失望哦。毋是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？你先转去，我才过去找你啊。你踮在台湾嘛无代志，为什么要留伫遮？助理小姐，准备换后一束衫。莫讲啊，我要去无用啊。你是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头来去感情用事，男做女友。我讲啥？我怀疑你莫后袂来啊！互你困敲定的房间是希望你会当好啊休困，你就一直困哦。你资料敢要背好啊？明仔载就要去度假村呢。哎呦，水某代理，是无简单有眠床会当困，你着还阁困者啦。哎，而且我真正有用功，我足认真的，毋是你好啊。你安尼讲，我就会信哦。紧甲撒网好啦。林豪伫咧重要的时阵，拢会穿这束西装，尤其是提案签约的时阵。哦，所以这是阮阿兄的战袍啊。嘿嘿，想袂到这古板的人，阁信这套呢。卖废话，紧换衫啦。哦好，我知影啦。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。这湿水敢有适合？有啊。叫你换一个衫你。几多收敛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
有啊，是的，互你等足久的。想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小坤，是不是100%的江宁河？你好歹嘛配合演出者。一点仔都无行，灵魂。什么灵魂？我有啊，你压力莫遮大，安尼我看了真唔甘。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对啊，你敢袂当较专业的？无你嘛是灵魂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飞伫到度假村绝对袂当出差错。也着讲，我当然知影。小款，我咧穿，佮加上这种口气，是毋是一模一样？差不多7分成啦。这7分哦。哎呀，怀着吼，是啥物甲建材有关系，也是风格啊，也是寸笑，迄种专业的哦，拢交互你。哇哦，伟当，有啊。对即个装潢的 case 真正足用心的，嘛有足侪想法。即马就互伊来甲你报告，你放心，若是有倒位漏沟，我拢会补充。啥款啊？安尼我问你，伟大的名甲背景？为碧川婚景度假村的负责人。也毋过5年前开始往国外开发大型的度假村。本来要从阿兄去，也毋过阮阿兄为着你甲家庭选择留伫台湾。安尼规个 case 开偌一时间完成？2年5个月。重点是，阮阿兄是新接这个 case 才开始找助理，你就来引头路。恁就是伫设计定案时阵开始暧昧。咱两个在婚景相爱，嘛在婚景定情。你哪会知影？就阮阿兄写我的批有讲着啊。差不多是安尼。我应付一个应该演员过关。也毋过我感觉有淡薄无保险呢。我感觉伟当吼，伊毋是简单的人物。万一，我是讲万一吼，我若是无法度 handle 你 cover 我。我哪会知影安怎 cover 你啊？我想看卖吼。安尼啦，假使我需要斗相共的时阵，我就做这个动作。有戏子有无？真明显吼。这时阵你得来救我哦。不管是替我讲话，还是直接把我带走，在你发挥。我想看卖，阁有啥物无注意到的？有，我想到，有一个最重要的。你敢会感觉咱两个看起来无像阿某？你看，创啥？有吧？我袂甲你照碗呢，敢若我手捌着屎共款。你安尼咱两个出去，啥会感觉咱两个像阿某啦？无你是要安怎啦？我知影你甲阮阿兄落靠行动，搁加 SM。无啦，我讲正像的，就是两个人斗阵，总是会有一寡亲密的行为啊。比如讲，行咧路的时阵，你是手会摸咧，还是咱会腰，还是牵手，是安尼牵咧，还是？刘外小姐，我已经遮拍拼咧演阮阿兄，你敢袂当甲我当做恁翁婿哈？若无为当一看就看出来，咱就无彩工啊！1000万哦！恁平常时拢安怎看啊？就无舍得看啊！无，我就安尼看哦，安尼较正常。对啊，你老手巧。安尼也好。你啊，恁敢有啥物私底下惯势的动作哈？无啦，
阮拢个人无因个人，无啥物在接受。我去看物件。刘啊，刘啊，你歹势哦。哎呀，阮阿兄足无浪漫呢。地底下应该只有张啊这种冷冰冰的人会当甲伊斗一对。应该真缘投，暗呀就暗呢。哎呦喂！干杯 ！Yes， 今日交换甲国际马队的合作任务完美结束。来，一粒鸡蛋我好好庆祝者。明仔载我要上班呢。我真正看到国际马队哇厉害啊！我决定啊，我一定要甲伊顾条条，一定要甲原住民的经济哦抢到手。唔知是啥，搁伫嫌人结歹头吼。即马竟然改变想法啦，要摕大家的小面去打原住民的冷尻川。陈文杰，我看起来感情用事，不过实际上我甲你同款是心理人，私底下念着准拄煞，不过为着伟大目标，就算我搁较袂爽，拢会提出迷人的笑容来栽培我幼稚手。应该有真侪大经纪公司想要甲伊签约，你吼，我感觉真拼的。不过我有交还，我真正感觉交讲原住民足欣赏你的，所以你爱出马就要去争取个经济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较厝会当斗相共，而且我感觉伊若是入来咱公司，我一定会当学到真侪物件。你今日甲原住民安尼翕相，哦，哎呦，身体迄种交流哦，你的能力拢可以刺激出来。好家己的艺人发挥能力，这敢毋是经纪人应该爱做的？靠别人，你搁好意思讲？话毋是安尼讲啊，等咧，这我爱替阿皮讲话。真侪时阵，迄个感觉甲效果爱现场才能体会。我真正捌甲遮尔厉害的马导合作，我拢感觉我enough，敢若算真够啊。毋过今日甲遮尔专业的马导合作，才发现，哇，真是无共款。我嘛是安尼想的。是倒位无共款？应该讲真啉醉。而且有时阵你会感觉，你养病只有我甲伊。毋免用讲的，干若靠眼神，就当知影对方后一步要创啥。是哦。是啊，你嘛毋是阮这道的，你会感觉阮经纪人敢若一定爱安怎？毋过像这种艺术方面的交流吼，一定爱伫现场，哇，迄种感觉才会出来。原住民是小厉害，我感觉我就算搁只百外的 case， 嘛拄袂着像伊这款人，真是足希望加甲伊合作。你嘛真赞啊！而且咱搁要甲伊拍微电影啊，敢毋是？搁要拍微电影哦？我未试过呢。歹势，微电影是以原住民为主去设计，暂时无拍算要找别人做伙拍。陈文琪，我会当甲大设计师国际马都合作偌难得的，而且恁男朋友有兴趣，你就剧本会当改啊，斗相共的好无？好啦，我搁甲艾伦讨论看觅，我忝啊，恁豆豆恁，我先来等啊。这拄开始尔呢。拜拜。我先转去。阿皮，过来。你们，咱讲要去，我这拄开始啉呢。哇塞，那拢走啊！你无闲规工，一定嘛真忝啊，较早等伊休困的啦。你今日是毋是有啥心事？敢毋通甲我讲？你阁知影？是毋是我今日甲原住民翕相的时阵，动作伤轻蔑，互你感觉无爽快？伫咧翕相的时阵，我看到伊伫你耳旁边讲话，伊讲啥？你有介意的人无？甲我当作是伊。
你食醋？一点点嘛。你有介意的人无？甲我当作是伊。伊就讲，甲伊当作我介意的人啊，所以我就想你，心肝内全部拢是你。哎呦，即摆你就知影我表现到真好的原因啊！讲起来，拢是你的功劳呢，对无？你的功劳呢？等一下，唔对啊！伊安尼讲，算是在诱拐你呢。毋是啦，伊安尼做是一种，互阮情绪马上到位的方式，拢是为了工课。别烦恼啦，好无？而且我嘛会好好多谢你，若是无你，我就无即届机会。讲较重要的是，你真是予我真大的力量。找时间，我会请你食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。唔免啦。爱，一定爱！为了要好好多谢你，一定要找真好的餐厅陪咱凊彩食。好，安尼等你哟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，你在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让我们一起在浓烟下。你哪会在遮？这是我开钱买的厝，为什么袂当在遮？好啊，你的厝是在你啊。卖走！毋是讲好转去伦敦等我，哪会搁咧使性地？安怎？这是我专工为你准备的惊喜呢，你无介意哦？安尼咱拄平啊，因为我嘛无介意你互我的惊喜。你是因为迄个新闻咧生气哦？迄是阮爸的意思，也毋是我的意思啊。又搁是恁爸？你应该欢喜，会当做到咱的只有伊。当我完全接手万波，我想要创啥拢会照我的意思。我要甲谁结婚，伊嘛无在条管。朱莉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等我。我会用等你，也毋过一个月才见一届，我挡袂住。我嘛等你真久啊！这几年我为着你投资经纪公司，甲你对无名捧甲世界有名。你好好拼事业，我在你背后静静守护。无人比我更加专情。安尼，你阁无愿意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才无留伫经纪公司。趁这个接这个 case 了后，我就留伫台湾袂走啊。安尼咱随时都会见面啊。好，我今日无要走，留来陪你。真是嘞。油钱我无爱交好甜，现在要交甜，大小姐，咱加到5000块呢，我已经算过啊。对咱这边到分局，只要加
748块就能到位啊！卡说即个围档搁开支票予咱，咱搁有4000外块，会当当到迄个支票或者现金。啥款？我是毋是真够？莫甲我崇拜，信我者得永生。阿拉阿弥陀佛，哈利路亚。好啊，紧出发。好啦，出发哦。嘿嘿，搁10几公里就到位啊！加载咱有提早出门，等下咱就到风景林咖啡，想看卖安怎对付围挡。你等下态度较正经咧，较免互围挡看破。哎呦，袂歹哦，愈来愈了解安怎骗人啊！袂歹袂歹，嘿嘿。敢若无药呢？哎呦，放心啦，紧是顶发光，一般拢会当开20-30公里。等真正无油啊，咱两个已经在环境内底挑卡啉咖啡啊。哪安尼啊？敢讲真正无油啊？你在身躯边啊，身躯边停啦！等者，紧来！真正袂叮当啊？哪安尼？国公信你才第一心，我真正要去西天啦！你到底伫创啥？无可能啊！以我对车的了解，无应该袂叮当啊，哪会真是无油啊？你是算直线距离，还是山路？这台车已经20年啊，伊较食油。你讲啥？这台车20年啊？哦哟，恁敢袂收汗嘛？我遐嘛受苦啊！车已经开20年啊，阁唔换一台，无怪油表无准。安尼车门隐形生死，咱即晚要安怎咧？水波大人，咱敢要先落车，才收到我。哦，来，卡村出去，村出去，创啥？村出去创啥？大真啊！啥我想我早，应该是你早才对啊！你犯的错，家己解决。哎呦，砸车一定要是这种可怜的美女砸车人才会停啊！若是我去砸，车就直接往我这弄过来啊！拜托，快啦，紧啦！车来啊！紧，搞你！搞恁个！小姐，车歹去啊，敢要坐我的车？哦，别！对！你加载一个查甫会死哦！奇怪呢。其实吼，咱存10几公里就会到啦。刘啊，等拖吊车来啊，咱就直大好不？你要创啥？哎呦，全部拢你摕。啥都我摕，刘啊，唔是要行，用较紧嘞。物件要摕完啊。等我啦。物件拢我摕呢。也都无咧。拢无车哦。丢啊，休困者，啉一下水。哇，哎呀，来，啊，哎呀，佫袂歹，会当看风景呢，对无？来，我嘛要啉。
嘴拍开。嘿，多谢。就安尼？阁有真侪路爱行，莫啉伤济。你啉遐济才讲这种话？对啊，行较慢的啦，你真关蛋呢，会拽着啦。就为着几百箍，你看我这样要安怎？你会爱我陪你做伙骗人，讲什么是灵猴在天显灵猴伟当来找我？我违背良心，甲你做伙讲白贼，结果咧，你讲偌济？778箍，就为着778箍，我讲我即马求神拜佛拢无路用，你头壳到底底啥？无怪讲白贼，你互发现，过互偷笑，我真正目睭青眉才会相信你。你敢有需要讲到遮歹听？我已经会失礼啊，嘛互你骂遮久啊，陪你食遐济吐司边，无功劳嘛有苦劳啊。食吐司边也毋是因为你，卡所以1000万无摕去欣赏，我即马敢会想安呢？想互你连累呢？好，拢是我毋对，拢是我拖累你，好无？对啊，你足赞呢！你今日骂我的话，比你即阵啊甲我讲的话搁较济。看起来我互你较爱讲话啊，就连你心脉江灵河，拢无法度互你讲遐济话。我的灵猴才袂像你遐尼戆，哼，748，我受着就感觉戆。你敢会卖搁讲748啊？安怎？我就是要讲748，安怎？748，你家己跳就好，念去，放上头啊，念去。迄是毋是婚检的车？对。等我！丢啊！快紧啊！哎，总算够。忝死啊！请问，敢是江宁河建筑师？毋对，我就是。董事长甲总经理伫等恁啊，请对我来。麻烦恁伫遮等一下，我去请董事长甲总经理来。多谢。紧来，趁即马好势点。为碧川婚景度假村负责人5年前开始往国外发展开发。紧张啦，害我也真紧张呢。我看起来足紧张哦。哎哟，一定是这束衫啦，什么战袍，我连用要袂喘气啊！莫闹。林口兄弟，你总算来啊！回当，欢迎。免客气，坐。哦，多谢回当。我甲各位介绍者，这位就是我的好助手，是阮婚景度假村的孙总经理。这位就是我常常甲你讲到的江林河建筑师。这位呢，就是伊的夫人，嘛是上厉害的助手张小姐。孙总经理好。免遮尔客气，叫我 Michelle 就好啊。这几年我常常无伫台湾，所以度假村的代志，我拢是交予 Michelle 来负责的。即马遮伊比我搁较清楚。林虎小弟，即个装潢的 case， 恁爱甲 Michelle 好好讨论。无问题，安尼就请 Michelle 多多指教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眼泪流下。林虎小弟，即个装潢的 case， 恁爱甲 Michelle 好好讨论。无问题，安尼就请 Michelle 多多指教啊。对啦，你即个来拍算大几工？阮来现场看卖，然后看有啥物所在需要装潢，等下就会转去啊。迄边哪用诶？顶解我毋是甲你讲好，互我来招待你几工？你这样就去要走创啥？伟大，阮想讲，赶紧了解这边的环境，
然后赶紧转去赶设计图，把这个 case 的设计图完成了后，两早摕互两位看。刚建筑师真久无来分景哦。是啊，完工了后就无来过啊。安尼无伫遮大规工哪会用诶？这甲当初起好诶时阵无啥共款啊。主结构无改变，也毋过难免爱修理一下。恁无大规工体验遮诶环境，还阁有设备，哪会知影要安怎设计？伊讲得真对。林浩小弟，你的喜酒我拢还未啉着，不如趁一摆，互我好好招待你几工，就当作你第二届蜜月啦，啊，对无？尤其是你设计迄个温泉池，恁阿某一定要好好去享受一下。当初这个温泉池，也是我为别人手头抢来的，你敢阁会记得？哎呀，系啊，我哪无背着这段？林浩小弟，敢讲你袂记得啊？这么重要设计，哪有可能袂记啊？当初这个温泉池的 case， 本来毋是要互咱分景的，是要互一间叫什么名的？就是迄落，叫维纳度假村。对，维纳度假村啊哈。对然后迄落，原本林豪是要设计互维纳度假村当作 SPA 水疗池，也毋过对方一直无决定。为当知影阮甲护叶的概念，甲水疗池结合作伙，为当真介意。后来对方放弃这个设计，林豪就甲伊改做温泉池，囥入去分景的规划内底。你看，我偌有眼光啊！即马这个护叶温泉，已经是阮分景度假村的招牌啊！哦，所以这个综合的 case， 我甲米小坚持由林浩小弟你来设计。多谢伟大。好啊，招待你只是淡薄仔小小的心意，就安尼决定啊！加大几工？安尼就麻烦两位啊。袂麻烦，袂麻烦。董事长，香港的调总已经卡3届啊。哦，好。歹势吼，我阁有淡薄仔代志要处理。等下我就失陪啊。林浩小弟，你甲米小拢是我上相信的人，嘛是上专业的。所以吼，恁讨论完了后，只要甲我讲结论就会赢啊。好无？安尼我就失陪啊。多谢伟大。伟大，回当时行。刚建筑师，安尼我先带恁 check in， 哪行哪讲。好啊。两位应该有听过，知影伟当拍算甲所有装潢的 case 拢交互我处理。其实本来是拍算公开招标的，新加坡甲日本迄边拢派真好的团队来投标。所以米秀，你的意思是爱阮嘛参加招标？我无安尼讲啦，伟当是真小情的人，既然伊指名利，我会尊重伊。也毋过讲小情，嘛毋是凊彩就甲 case 交出去。最后决定的人也是我。米小，请放心，阮一定尽全力，甲 case 做到上好，互你甲伟当拢满意。有我对这 case 已经有一寡想法，你敢要看者？啊，对啊，我有找一寡参考的免遮尔麻烦。刚建筑师已经决定要大几工啊，咱有足侪时间开讲，对无？一直叫你刚建筑师，足歹讲的。你敢有英文名？我叫 Jason。Jason， 安尼真好。安尼 Jason， 就问者，为当讲这个 case， 你拍算交互张小姐来设计，为什么毋是你亲身来做呢？哦，这题我有准备。是安尼啦，因为遮要改造婚宴会馆，根据市调，即马大部分的婚礼拢是新娘决定安怎办，所以我互友啊来做即个设计，希望会当符合女性消费者的需要。
当然我嘛会专程参加，你边仔互伊建议，所以请你放心。遮尔大的装潢 case， 交互查甫助理，敢若无啥放心咧。也毋过我嘛算是女性消费者，我对装潢嘛有真侪想法，也是我甲 Jason 交流者。当然无问题啊。阮照美女的需要，是阮查甫人的责任。你有啥物想法？照你讲，我会尽量放伫设计内底。安尼足好诶，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啊，安尼以后较方便。好啊。安尼才翕袂着啦。安尼恁先 check in， 柜台伫迄边，我拢交代好啊，再甲我联络。哦，拜拜。一定甲你联络。看煞袂？行啦。哦。放紧。哇，眠床呢？哦，哈哈哈！哇，我顶世人到底是有偌济好香，这个竟然有机会，会当甲Michelle这种又阁窈窕又阁芳的美女合作，哦，真正足幸福的。我看你敢若真享受嘛。房间只有这顶眠床，咱嘛只有身上这束衫。请问 Jason， 扫来要安怎咧？哎呦，真简单啊！你吼就困这边，我吼就困这边，咱离较远咧，你袂当卡着我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我即摆要去买面巾起面，然后顺续甲柜台摕一领被，我就困伫，我困日头，安尼会尔好。有啥物困难，请找Jason。甲 Jason 比，我还是较爱叫你七速吧。哦，你莫阁提七速吧讲爽笑啊！若是无说你咧为当甲Michelle的面头前讲闹交，这 case 就不害去啊！应该烦恼的人是你。切！我甲你讲，我去买物件。对啦，你免洗内裤穿啥物 size？ 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对啦，你免洗内裤穿啥物 size？XL， 你七速吧啦！别当讲爽笑哦！切！毋是讲好综合的 case 要互阮做，为当拢指名，敢袂当讲袂用的。放心啦，只想办法甲 case 摕回来互你就好啊。哎呦，小姐，歹势。啊，阮房间需要搁加一领被。是恁是伤任性，会用替你调整哦。无，我甲阮某惯死一人加一领，无按时会抢被。好啊，我请人送回去。多谢。真正是看到鬼啊！迄个人哪会生了遮尔是工灵活？迄个人就是江灵河啊。哪有可能？伊咧几个月之前就感情过身啊！大小姐，物件拢买倒来，被哦，因等者会送过来。我甲你讲，我拄则去洗洗，我看到好香薰泉，真正袂歹呢。香香足配合阮阿兄的，敢要做伙去泡温泉，放轻松者啊？我无爱，
无咱去食点心吗？怀疑是违当交代，免付钱，咱去食好够气。我知影你无是要食吐司片啊？要吃你家己去啦，我想要搁看一下当初的设计图。高林姐，你伫创啥啦？你就是安尼死沉沉啦，唔知影变通。当初违当要互咱50万定金，你甲收来，即摆就免遮辛苦啊！你真是了准咱是诈骗集团哦！摕到定金就免甲 case 完成是无？哎，你袂记拄只米小讲啥物啊是无？哼，这 case 最后决定的人也是我。切！ case 咱要接袂到，还唔知影咧。哎呀，袂呢袂呢，我恁银春嘛，哪当两手空空？怀疑咱上大的阻碍，就是迄个麻烦的米小。设计就交你，米小，我来处理，咱分头进行。好啊。 惠弟，我也无想要面对伊。安尼吼，我感觉我加分一寡钱哦。分钱？我讲有听唔对啊！工课拢是我咧做，你凭啥分钱啊？你领的就是我逐个月互你的家用。你阁好意思甲我讲家用？借问者，领家用敢需要背资料，我继续硬兄。而且迄个味道，是因为看到这张面才找我的呢。阁有，你敢无看到微笑？ 看到我的时阵，迄个眼睛，咔嚓，哈哈哈哈！你敢会感觉我才是这个 case 的 key man？ 所以我感觉应该73分，我你3。我除了爱画图，未来我爱敢唔敢呢？你咧，就咧头前叽喳出一支喙，提出来摕到7啊！安尼，无我来你死。 哦，好啊，安尼我即马就去甲魏董讲，你家己要亲手做这个 case， 有啥物问题就直接找你，管唔管？你这个人呢？这，安尼咱拢退一步好无？5个下尔好。勋哥。 喂，嗨，我是 Michelle。Michelle， 请问有啥物代志？喂，Michelle， 我是 Jason。我想要邀请恁做伙食暗顿，唔知影恁敢有时间？哦，你要请阮食饭哦？有啊，无用，不过我有。你邀请，我一定去啊。好，暗时7点。 好，7点见，拜拜。袂结笑。我经验足济，今日我一直当互米小听我的。哦，哎呦，那拢是臭汗酸味啊！我是来去洗身躯，等下去约会。你看啊，我即摆就比你无用啊！5分算你赚着啊！洗身躯，洗身躯。我看你牺牲了真欢喜嘛。时间都约好，搁一直敲电话，安怎是真妖是无？卡停。唔对啊，我是靠阮阿姐，哪是你接电话？哦，恁阿姐等你无用啦，你找有啥物代志？想找我？我甲你讲，你出去就是代表零号，你甲毁掉伊的名声试看觅。歹势，互你等足久诶，我关系食饭进前，先洗身躯。哇，身材足好诶！有影无？我真正爱用我的肉体来换这 case。这种代志有啥物好想诶？只要目睭开开，最起紧咬就过去啊！为着1000万，加油！为什么为着自己出卖家己的身体啊？
我的暗顿总算来啊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沙发前的玫瑰，等你发现。雨停了，看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会有暖的季节再相见。还在同个地点等你出现。